大家好，我哋係爆笑頭位先，我哋今日嚟行花街咯。OK， 今日係馬年嚇，祝大家馬到功成，龍馬精神，一馬平川。咁接下嚟睇下街坊對馬有幾熟悉啊 ！Let's go！ 遊戲規則很簡單，有關馬的成語。那我們讓一下學妹先來吧。好，學妹先。一馬當先，馬到成功，金馬呈祥，龍馬精神。那個叫什麼？4、3，天馬行空，場外車水馬龍，策馬奔騰，懸崖勒馬。5、4、3、馬2、1，冰冰冰冰。也是我人生一次經歷啊 ！OK， 居然對得過從中的學弟學妹了，哇，好用！讀書的時候沒讀過，現在出來社會了，終於贏一次。現在來這裡終於贏一次了，恭喜恭喜！阿爸阿媽，我做到啦！小朋友，可唔可以同你玩個遊戲啊？孖國的嘛。可以。橙有橙迷，蘋果有蘋果迷，益力多有咩迷啊？就喎。唔知道就可以估咯。知道。今日飲咗未？唔該，可以。咁祝你哋身體健康，快高長大，學業有成啊！廣東嘅歇後語。係。年晚煎堆，人有我有。可以喎。豬籠入水。我哋揾人幫忙喎，我哋啊。可以揾人幫忙。大家知唔知道下對聯係咩啊？係，即係歇後語嘛。唔識啊，即係下一題啊。識唔識？開估係財源滾滾。呢題比較深啲啊。唔知啊，真係唔知喎。飯堂阿姨係邊個趙隊嘅？招隊啊？係。肥松。可以喎，北宋。斜音咁啊，叫做北宋啊。肥松。OK。而家最後一題，廣東七冬瓜，廣西七西瓜，廣北七咩啊？廣北七再見啊！廣北七再見。可以啊，廣北七再見。好，快啲掌聲。OK， 都支持一下啦，好唔好？好。支持我哋。手啊，獻唱一首啊。OK。應景啲咯，迎春花咯喎。好啊，好啊。拉出現，快啲喎。人人都愛他，好一個型。